2026年5月1號勞動節，時間6點半，紅磡體育館返工。草蜢演唱會，好而家行去簽到，唔好影啦，好多同事喺度。咁呢度就係攞飛嘅，草蜢仲有飛賣喎，真係好奇怪咯。可能開四面台開得多。好啦，唔影啦。影到呢度先啦，收工，黃閘對開，啲人出嚟收工。喂，係咁噶啦。唔俾叫翻班長先。冇事嘅呢啲，係翻去簽翻啫。包包。翻聽日翻2日、3日，聽日後日。呢啲係歌迷啊。好啦，唔好影啦，啲同事望住啦。收工啦，咁啊。